哈发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哈口口六的这个学生呢，是一位美女，而且唱歌相当的好听，出了新专辑，我们来欢迎罗美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美丽。因为现在在赶通告嘛，对不对？宣传期有时候自己开车要找停车位，然后好麻烦哦，要塞车很麻烦。对，这个时候你要坐机场茶，厉害，坐机场茶，坐计程车。机场茶，那一上车之后呢，因为你要赶通告，对，赶通告要赶快很快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必须跟司机先生讲。赶时间，赶时间了。然后现在就坐在车上，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路要怎么走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注意喽，跟着我一起开了啊！跟着你一起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先生，请先直直走，车行，下一条路左转。八走薯片，厉害哦！八走薯片就是八走薯片，左转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再车行，车行啊，直直走哦。然后接下来八蒸薯片，八蒸薯片，厉害！八蒸薯片右转，好刺激哦！所以这样你赶通告的时候就一切 OK 了。那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的哦。搭计程车，坐机场茶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，左转，八走薯片，厉害，右转，八蒸薯片，厉害，直走，车行，厉害，谢谢，祝你专辑大卖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坐计程车，坐机场茶，坐机场茶，赶时间，赶时间。赶时间，左转，八做薯片，八做薯片，右转，八蒸薯片，八蒸薯片，直走，车行，车行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